当前，一个姓李的大货车司机咧送货时却因为过劳来无命。即马案件是来到二审，该判家属胜诉。不过劳保局表示讲就要三审确定，才会当有即载死亡的给付。家属认为讲无合理，今仔日是去到劳动部抗议。拒不给付。大声喊口号，希望劳动部检讨过劳给付差价的做法，而且随去关心过劳死亡案件的家属，因为一个姓李大货车的司机8年前伫送货路面出现过劳的情形，抢救也是救无倒来，家属提起诉讼，一审败诉，二审改判胜诉，向劳保局申请即载死亡给付差价，防以要三审定刑为理由，继续给付。家属认为无合理。3000多个日子了，这些年我和公公婆婆3个孩子一路走来，是怎么撑过来的？他说：“哇，这是专案，所以呢，我们呢，因为吕太太不是专案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还是不给付哦。我们这个时候就大骂他，怎么可以欺负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职灾劳工？”家属在几个劳团的陪同之下，去劳动部申请，希望当比较 RCA 工伤案一审胜诉，就给付差价的做法。爱拢共款，唔通以3审定刑为理由拖延照顾，要让劳动部派人出来接受侦情。如果有新的市政，也可以再向我们劳保局这边提出申请。我们劳保局也会去审视相关的一些资料。如认定有新的市政的话，我们会依照行政程序法第128条的规定，再重启程序。劳动部强调讲，给付差价需要依法办理，家属2审胜诉了后。若有新的事情，会当阁提供劳动部做调查申请。这个案司法的官司，因为货运公司对2审的判决不服，持续上诉。目前专案由最高法院审理当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